位伫中义路郑成功祖庙，每年的春节甲元宵，拢会举办成功灯会，甲一般彩绘花灯无同。伫个庙前甲庙内，甚至中义路段，四界挂满红色的挂灯，顶面拢是书法家题的字。对春节期间一直到甲元宵，相当的壮观。今年的元宵成功灯会吼，阮连续已经办6、7档安尼吼。那么今年因为是疫情的问题啦吼，所以今年就缩小。就是动态的就取消了就保持现在静态的这个灯会那么我们今年的灯呢，就跟前年一样，还是大约在1600盏那么多呢晚上呢呈现一片红色的非常吉祥了那么我们的灯会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就是一般的灯会都是彩绘比较多，那我们的灯会是纯粹用红灯，然后请书法家来书写的一个灯会把我们平常的吉祥语啦，或是诗词啦，或是那个比较吉祥的话呢，就写在这个灯里面让大家来欣赏有一种书法一种文艺的气息在里面配合防疫，今年一个大型的活动，亲像摇灯谜，因为恐惊人潮的聚集，纷纷来取消。不过软桥开的活动也是持续。另外，伫个21号下午，还有书法家的会校，欢迎民众前往参观。阮的这个元宵灯会从国历1月23号到3月15号，那么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但是阮这个礼拜日阮特别呢举办一个真有意义的这个文艺活动，就是阮拢邀请台南市足有名的这个书法家来当场写墨宝来送互咱遮的朋友安尼比如讲咱杨玉秀老师啦汪志雄老师我本人郑有茂啦吴文凯、林义贤张俊荣安尼等伫咱台南市上非常有名这个书法老师来当场写墨宝来送互遮大家好朋友安尼希望讲大家好朋友会当安尼礼拜这个下昼2点到4点来到郑成功祖庙的正式家庙来索取民间的墨宝等于安尼收藏安尼非常有意义安尼根据电视家庙的统计，对春节到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参观的民众甲游客大约减了5成，不过这1680拍的花灯，有书法家的题字、学生的彩绘灯挂满四周，加上新道两边还有108拍的酥油灯，代表天顶108粒星，有成功祈福的意义。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